这阵华航的技师到底是伫咧倒位去互喂着病毒呢？较真的医师来回想，讲因陪德国伫咧当地咧做酒测的时阵，因迄边的地勤人员拢无挂手套啊，就帮因来调整着酒测的分喙。技师真无奈，讲真正是真歹防哦。目前这个华航已经有9个技师来喂着病毒，华航是毋是就爱专门来停飞呢？感染科的医师认为无必要。讲若无喂着病毒的技师，也是会当继续来执勤。人到德国法兰克福讲起来嘛，所以有平面媒体咧报讲，确诊的华航技师暗号1101，受起了本身飞到法兰克福机场酒测的时，当地勤人员替调整酒测喙的时，是空手无挂手笼，伊接过来随盆，敢会是这个时阵去喂着病毒的？如果他自己怀疑哪一个点有问题，那这是很有用的资讯哈，那去做进一步的调查。比如说，当时给他喷酒精的那个人是不是有被感染，或者他其实有朋友有感染，他手上有沾到病毒，自己不知道。华航的技师包括今日在内已经有9个人确诊，虽然扩大采检全体技师要验血清，因为面对确诊是遮济，华航暂时停飞，敢法度让这个疫情停顺。机组人员的风险比医护人员来得高吗？机组人员本来就比医护人员高啊，因为现在是出国人风险最高。那现在全台湾呢，最容易出国人只有机组人员了。那华航停飞是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停审的方法？这个要看他疫调的结果了，就是他到底有多少人被感染。做一次血清学哈，你就非常知道哪些人是干净的，哪些人是可能有被感染的。你就让那个抗体都阴性的人去飞就好了。这些也是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碰过病毒的，你不需要去限制它哦。这个过度的反应有时候不见得是最好的。华航技师感染事件中有几位确诊者是去喂着英国变种病毒。感染科医师认为讲，目前每一间疫苗对付英国变种病毒拢有效，或者有高风险的机组人员赶紧注意防射，安尼疫情才有可能控制掉咧。